咱国内假车牌是真侪，今年前8个月就掠到将近200个人使用假车牌，比去年一档更较侪。冒险犯利用假车牌来犯案，有立委就指出讲，伫社群平台凊彩拢有通买到假车牌，建议讲应该爱修法来加重处罚。你这个牌是无效牌了，你知道吗？警方处理交通掠违规，意外发现车主用假车牌上路。警方直接入去旅馆，落网的贼头犯案骑的车也是挂假牌，国内假车牌的情形真严重，若有交通的记录，即马又搁变作是犯罪工区，就立委建议讲修法来加重处罚。在虾皮或是在雅虎拍卖上面，确实查关键字是查不到的，但是社群媒体平台不用什么很特殊的关键字，就可以搜寻到这一些资讯。来看警方的数据，查到的假车牌资料，去年有139人，今年前8个月已经到330人。虽讲电商平台有关假车牌的交易，大部分拢互落价，不过立委直接讲。Meta 等社群只要拍上关键字，这类的买卖犹原真严重。我们也希望这个所谓的业者能够做到自律，如果获得相关的这个诈骗讯息，或者是有些伪冒车牌讯息，能够立即通知业者必须紧速下架。如果他们不配合下架，我们也会要求依打造专法去做一个惩处的动作，建立相关的黑名单，针对于这些的伪造号牌的车辆在路上使用，只要有使用，就会被我们抓到的话，我们就会依法来严办。官方也分析讲，使用假车牌上路至少占1/6。交通部回应讲，已经建立相关的机制来应用。数发部说明讲，已经立管包含 Meta、Google 等6大平台业者，只要唔配合落价，拢会依法来处罚。若敢要修法，法务部表示，对修法加重处罚、增订专章等等，目前拢在继续研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